他跑得很快，3个小朋友跑得很快，然后在前面。Hello， 晚上好。现在是1月6号，星期二晚上，北京时间8点0几分，01分，基本上准时开始。这是开场的歌曲，这是第2首了。第一首。这第一个是曲长错，第2个是江用四郎，第3个是什么？打击，叫啥？就搞忘了，就当打击吧。四郎，曲长错，四郎和那个打击。然后第4个是小罗，第5个是戴宗。这个颜色有点怪异哦。算了，还是换原来主题算了。这个是什么主题？这有点夸张，算了。这是扎西，第2个夺伤，第3个是泽泽吗？Hello， 哎呀，我本来发消息没问他的，泽泽，这个是罗波波，他们连姐妹，亲姐妹好像是，2个是亲姐妹。泽姐，他的学校。电视机看吧，他们都是用电视机在看。很多都是用，我那个里面有28%都是用电视机在看，应该现在不止哦，应该30%。就还有一个的我搞忘了，任正中还没来，献国之声 ，Hello， 献国之声，长袖，那个指着那个英式，感觉像袖子很长那种。大家晚上好。我这边只看了3台子，这到底是谁领舞啊？好像扎西啊，搞的那是小罗吗？不知道是谁。哦，这个献国之声好久没跳了，应该有1个月以上了，我觉得。
这时前面是老丹潘少爷，我们叫他丹少爷。他以前开个那个朗玛厅，就是唱歌跳舞那种。这个是周错吗？这个吗？这个叫周错吗？不知道，没来的太少了，没问那些。经常来的话可以记一下。那有些来了之后几天就不在了，10多天20天看不到人那种。相国之声，这小喇叭唱有点亮哦，亮眼。啊，这什么？糖啊！我就跟着啥嘞？吃个糖，小喇叭给我的。哦，有点硬，这个糖。太急嘛，是。双大错。太急应该来不了，我他唱那个。这首歌应该有一段时间没跳了，有个10多20天了，比较老的。那就不存在吧，我觉得。花糖温姆，哎，前面圈，2圈，你看了吗？看一下呢。前面吗？我没来，看错了。
赤橙卓玛。四方大师是小罗教的。终于卓玛出来了，穿黑。卓玛第一个是小罗，第二个杨旭，第三个戴宗，第四个卓玛出，第五个扎西，第六个本兹，第七个罗桑，第八个苏拉，第九个苏拉表妹，第10个老佛。还有好多没来呢，还有些在旁边直播。小罗出代表作太多了。就坤哥帮他拿衣服的，不是。这是一个少。当我拥有钞票要你了，耶，少呀那是旅行那片的嘞，他你要比你把那片的，哟，干嘛的你是我的你啦，啊，不是啥的老的我啦做你，那就是就一个不不啦哟你，要多么对比当中前的，哟，干嘛的出马的我咋不一样？对，给点姐妹，2出巴西，真正卓玛来了，诗诗，这李斯。话题。
没注意到看帕姐来了吗？5号那个，前面达尔姆啊，黑屋那个，然后是人人种嘛，然后后面是女士。这个小孩子穿的衣服。礼堂走嘛，我们一般都在一起，基本上不会单独去另外地方跳，两个就在一起，随时在一起。
哦，你慢慢喝。哦，哎，老大吗？嘿嘿，那错又回来了，赶回来了。哦，是人说，哎呀，
拿出了妈妈生日搞，忘了接触了一天时间。撞到一起了。
人生兴衰也是小罗的。拉布娃和曲墩儿两个，海丽丽。啊，这个老头子每次卡到那边，你看吧。哦，不要人家。
在外面一会儿啊。电了哦，没插上。我是说怎么回事？手气这个充到电了。抖音。
80岁。哎，好，有合适，我应该去。记不懂了，这是。人有点多。今天人多，特别挤。哎。你是骗我嘛？是不是？骗了，不是。我每次骗拉手骗到最后的时候，就是那么10多秒。是每天发一个用不得好多。我拍的4K 60帧128G，起码就没得了。幸亏有2张卡，我今天又买了一张500G 512嘛，至少要512。又买了个500G 的那个 CFB 卡。我试下看那个好不好用，好用的话再买个，肯定好用噻。好用的话再买一个，几张都不用换，都不用往硬盘里面塞。一般就我那个500G 一般够用了，因为你不是干活，一般500G够用。我每年都300多个 G，你的300多个 G 啊，我那个640G 的，每天差不多用1半，哎，用1半左右。
呀，这一生不是看见你的心好的呀，有日就那所的一样的记住呀。我跟你说这样拍，怼到脸上拍。他对方其实这个声音那个。就去真的吗？在圈子吗？快9点了，突然停了，有点冷，明天更冷，明天下雨，明天只有6、7度。说要下雨嘛，6点钟开始下，4、5点钟，都应该说不准哦，有可能下，有可能不下。但是明天一天都是雨。不做的，就那中间的一个不做的。天空之旅。不客气。这个是，哎，还有一曲啊？我刚刚说还有一个迷你美的也有了的。哎呀，老乡。
得到，看到吗？看得到。你不要说谢谢了吗？没事，你快说吧。谢谢我的粉丝给我送来的。这是欧明先生，欧明健欧明先生的。对。谢谢欧明先生。他来过这个地方，他这儿来过，专门来过。谢谢，非常感谢 ，Thank you， 谢谢。这边他知道了，他看得到。而且不是，刚刚那是最后一曲，我说就最后送，这还有一曲。结束了。做什么呀？因为结束了，视频结束了，大概你们去看安平吧。安平我现在一直在播，视频的话就结束了。安住。这是我的花。要拍的。啊，可以送礼了，咱可以送礼了。哎，我这又有礼物可以送了。哪个小姐姐送礼物？我没吗？我们在那边去照相去了。好羡慕你啊！真吗？要不你把花送给我，我就不羡慕了。不可以，这是我的粉丝送给我的。那你粉丝送给我，送给你嘛，你再送给我嘛，就花相逢嘛。不可以，不可以。
对啊，在旁边。没事没事，那你走过来嘛。好，你慢慢拍啊，我走了啊。好。我母在拍，我母在跳舞。应该是我母在跳。可以啊，可以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因为你那个颜色刚刚把脸换成个是粉色的，你看嘛，它那个是粉，这个直接删掉，看得出它那个是粉色的，要把它删掉。啊，不好看。那为什么眼睛闭着呢？这个是粉色的，把它删掉，把那个把它删掉。好，然后待会儿我们就说，我看哈有没有。每晚的灯光照亮境外中心广场。2023年3月故事的开场，第一次看见过庄路的模样。每晚的拍摄直播成了剧场，与这热茶幕，这锅庄舞团队相伴，美好时光流淌，送出的鲜花，传递着心意，国外网友的情，让我很感激。分享藏族文化才是最时尚。如今时光流转到了说再见，每晚的灯光照亮境外中心广场。往眼神看过来。2023年3月故事的开场，第一次看见过庄路的模样。每晚的拍摄直播成了剧场，与这热茶幕，这锅庄舞团队相伴，美好时光流淌，送出的鲜花，传递着心意，国外网友的情，让我很感激。咱们靠拢一点，分享藏族文化才是最时尚。如今时光流转到了说再见，2月10日来临，离别在眼前，境外中心的舞成了最后的画面，心中的不舍如潮水般蔓延。哈哈哈。欢迎欢迎
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
那么今天了，对吧？可以上面可以上面吃，他不就不完了？太长了。下面的空气好些，要活一些。小朋友可以。没事。放嘛。新时代不容公才，是嘛？是我们的田不存在，反正在直播。啊？重新放一下。
在那边了吗？往里面看到吗？我靠！他先把肩膀挡到了。
看过。一个人跳，我挺好看的。还要过一下，学一下，这个朋友，小朋友的叫啥？要求小牙齿出
那么这个。哪有人可以？
跳一下，练一下，试一下。还没到途径，练一下，练一下吧。直接来，他们会讲，不一定啊，练一下看一下。他重新放吧。那是什么？开心跳起来是吧？哎，开心跳起来，对，一个让开心第一跳起来，后面要好一些，是吧？后面再加一跳起来。让六个上去，6个就跑得好吧？小西西认真跳。好，我觉得可以开始了。可以了。然后那个鸡都把我这个来一点点，给巴西留一点空嘛。哎，对，给巴西留一点位置。对，不然的话他没位置。每个人都看。这样啊，来，准备的啊，从头跳2段。开心跳起来。 2段啊，认真跳啊，不要走神啊，特别小心心啊。要开心哈。开心吗？关键要开心哈。不，把前面的那个动作弄起来啊。对，音乐。music。音乐。关键是给那个点的。要带点吃哟。无所谓，无所谓。这个歌最近很火，哎，你没会吗？拍竖屏无所谓。哦，拍竖屏无所谓，多一点少点无所谓。不像横屏完整版，对，多点少点唱一下无所谓。开心跳起来。 没关系，继续。小心常规操作。坚持跳完吧，不行，跳完，现在马上完了。开心的跳了吧？咱们48了，这马上就完了。抽的会有点多。对，这个歌是4分钟。好了，可以不用跳了，就跳那个阿拉枪射算了。
我还在拍视频哦。看前边，看前边，看前边。老六，看前边。动作大一点。别给我放进去了，给我放下去了。
似花中游。远方的朋友，欢迎你到来，手牵着手笑开怀，火壮跳起来，亲爱的朋友，就别担起来，假如身体惹人醉，唱歌唱起来，不是关斋呀啦嗦，哦你家撒呀啦嗦，松冈调曲呀啦嗦，马儿扛针呀啦嗦，阿拉江水哟，带你逛一逛哟，阿拉江水哟，听歌美就像天有个狗哎，山清水秀好似花中游哎。呀啦嗦，哦呀啦嗦，哦呀啦嗦，哦呀啦嗦，远方的朋友，欢迎你到来，十渡泪出了杜丝带，欢迎你入怀，亲爱的朋友，就别担起来，无花天宝心万代，大家一起来。不是关斋呀啦嗦，哦你家撒呀啦嗦，松冈调曲呀啦嗦，马儿扛针呀啦嗦，阿拉江水哟，带你逛一逛哟，阿拉江水哟，听歌美就像天有个狗哎，山清水秀好似花中游哎，阿拉江水哟。你逛一逛嘞，阿拉江水哟，听歌美就像天有个狗哎，山清水秀好似花中游哎，哦呀啦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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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手笑开怀，火壮跳起来，亲爱的朋友，就别担起来，假如身体惹人醉，唱歌唱起来，不是关斋呀啦嗦，哦你家撒呀啦嗦，松冈调曲呀啦嗦，马儿扛针呀啦嗦，阿拉江水哟，带你逛一逛。阿拉江水哟，听歌美就像天有个狗哎，山清水秀好似花中游哎。哦呀啦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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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远方的朋友欢迎你到来，十朵泪出了杜丝带，欢迎你入怀，亲爱的朋友，就别担起来，无法填饱心万代，大家一起来，不是关斋呀啦嗦，哦你家撒呀啦嗦，松冈调曲呀啦嗦，马儿扛针呀啦嗦，阿拉江水哟，带你逛一逛哟，阿拉江水哟，听歌美就像天有个狗哎，山清水秀好似花。
的过